Hello， 大家好啊！火炭星海提案分享 Angel， 今日會帶大家嚟到火炭晉明峰，係一個實用面積875尺、3房1套加工人套房，望開陽山景嘅優質筍盤。以下落嚟每有屋苑嘅詳盡介紹，我哋一齊睇下。明峰地段為樂葵徑2號，屋苑位置背靠9套山，發展商係永泰及南豐地產，入伙日期係2006年1月，單位總數合共有424伙，屬低密度發展。項目當中包括高座分層戶、水畔洋房及登峰大屋組成，當中高座分層戶共有5座，提供2房至4房雙套嘅單位，實用面積由500尺至2200尺不等。至於水畔洋房及登峰大屋各設8伙。一律以4房雙套開則，水畔洋房樓高2層，提供連花園戶及連天台戶；登峰大屋樓高4層，分別為下複式連花園及複式連天台。屋苑住客會所設施完善，提供室內外泳池等多項設施供住客使用。除此之外，屋苑園林環境優美。亦設有住戶居民巴士來往火炭火車站，只需約幾分鐘車程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 D 座，實用面積875尺，單位望開陽嘅山景。客廳間隔方正，係長形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。客廳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，而牆身夠闊，可擺放儲物櫃。另一邊嘅位置係飯廳，除咗可以放到4人餐台之外，亦可以擺放大型嘅儲物櫃。廚房保養新淨，櫥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放到雪櫃同洗衣機。廚房入邊嘅工人房係套房嚟嘅，洗手間光潔明亮，係用浴缸嘅。第一間睡房間隔方正，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幾間睡房同客廳一樣望開陽嘅景觀。第二間睡房同樣可以擺到單人床同衣櫃，業主用咗呢間房嚟做書房。主人套房面積寬敞，除咗放到雙人床3邊落床都冇問題之外，同客廳一樣望開陽嘅景觀。衣櫃位可擺放置頂嘅大衣櫃，主人房入邊嘅洗手間有窗空氣流通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